究竟點解明明神係自足嘅，佢又要創造人類呢？究竟人點樣先可以得救呢？救恩係咪真係白白得嚟嘅呢？究竟我哋要點樣解釋人嘅出生地決定人嘅信仰呢一個現象呢？今集 Norman 分析手記會探討到呢啲嘅問題。歡迎翻嚟 Norman 分析手記，我係 Norman。上集咧，我哋就分析咗呢個所謂嘅 No.1 基督教專家 Wesley Huff 講聖經歷史可靠性嘅時候有啲咩嘅問題。今集我哋就分析埋 Wesley 嘅神學觀。喺1小時17分59秒嗰度 ，Wesley 咧喺講呢個人類存在嘅意義嘅時候咧，就提到上帝其實根本咧就唔需要創造人類。佢話咧，無論我哋係唔係愛佢啦、敬拜佢或者相信佢啦，神咧都唔會因此而變得更加好或者更加壞。神一直咧都係存在於愛同埋關係之中啦。即使佢預先知道我哋會背叛啦、會犯罪啦、會違背佢創造我哋嘅初衷啦，出於佢滿到瀉嘅愛咧，上帝仍然咧選擇創造，佢仍然咧渴望咧同我哋建立關係。呢個講法咧又係成日都可以聽到嘅。呢個講法咧有幾個特點嘅。第一咧就係佢會強調神嘅自足，self-sufficient。點解要咁強調神嘅自足啊？其實背後咧指向嘅係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特質，就係完美嘅。如果神係完美，似乎應該都要係自足、無欲無求。如果唔係自足嘅，仍然係有所欲求嘅，似乎就唔係完美啦。對於基督徒嚟講咧，上帝呢個完美嘅形象咧係不能夠動搖嘅，因為佢哋相信自己敬拜嘅嗰個神咧係一個完美嘅神，唯有一個完美嘅神咧先係值得佢哋去敬拜嘅。所以咧，為咗樹立神呢一個完美嘅形象咧，主流基督徒咧一般咧都會好堅持咧神係自足嘅。第二咧就係要強調愛啦。如果神係完美嘅，咁又點解要創造人類咧？佢自己唔係好好地咩？係因為愛啊，哈利。神明知人會悖逆啦，會犯罪啦，但係基於愛咧，神仍然選擇去創世啦，去創造人類。咁 Wesley 咧最後仲加咗一句咧，就係神渴望同我哋建立呢一份嘅關係。Wesley 嘅講法，第一個最明顯嘅邏輯問題就係，如果神係自足嘅，而自足嘅意思係解無欲無求嘅話，咁神似乎唔應該會有任何欲求或者任何渴望嘅。但 Wesley 講到咧，神係渴求、渴望咧同人有呢一份嘅關係。如果神渴望同人建立關係，即係有所渴求啦，咁即係其實唔係自足啦。似乎自足同埋呢一個渴望同人建立關係咧，係 mutually exclusive 嘅，係兩者冇辦法咧同時成立嘅情況咧，就好似一個人話佢已經食到好滿足啦，但係同時間咧又話咧佢好想食到一碗飯。如果真係已經食到好滿足，咁就唔會再想食到一碗飯啦。如果真係想食到一碗飯，咁即係其實未滿足啦。兩者似乎咧係冇辦法同時成立嘅。Wesley 呢個嘅講法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咁樣真係愛咩？如果愛嘅定義係希望某一個人啦，或者某一個意識體咧免受苦難，咁樣嘅話，神又有幾愛人類咧？嗱，根據一啲嘅統計啦，其實可以接受到救恩嘅人咧係少之又少嘅，可能咧30%咧都係俾多咗噶啦。大部分嘅人類咧喺佢有生之年咧都係冇辦法信到耶穌嘅，冇辦法咧接受到救恩嘅。如果救恩真係要求人信耶穌先可以得到嘅話，咁大部分嘅人其實係要落地獄嘅，係要永遠咁受苦嘅。而神係知道嘅，神係全知噶嘛，喺佢創世之先已經預知到咧，大部分人係接受唔到救恩嘅。如果係咁樣嘅話，神究竟要點樣做先會合乎我哋對愛嘅理解咧？嗱，以下咧係兩個可能性，大家可以諗一諗嘅。第一個可能性係神咧，因為知道創造人類會搞到大部分嘅人咧要落地獄永遠受苦，而自己又冇辦法整一個完美嘅救恩計劃去拯救全人類，再加上自己本身咧其實已經係自足噶啦，係夠噶啦，所以算啦，都係唔創造人類啦，唔搞咁多嘢啦。係嘅，雖然咧會有一部分嘅人咧冇辦法同我建立關係啦，佢哋咧會唔存在啦。喂，但係大部分嘅人類咧可以唔使存在喎，同埋可以唔需要咧進入一個永遠嘅受苦嘅狀態裏邊喎。咁樣嘅話，都係算啦，我唔做啦。
第二個可能性就係神明知道創造人類會搞到大部分嘅人會落地獄永遠受苦，明知道自己冇辦法整一個完美嘅救恩計劃去拯救晒全人類，明知道自己唔創造人類咧，其實係唔會少咗忽肉嘅，唔創造人類咧，佢自己咧都好地地嘅，但係仍然執意咧要創造人類，為嘅咧就係讓少數嘅人咧可以同佢建立關係啦，但係大部分嘅人類咧都要落地獄永遠受苦。究竟喺呢兩個選擇入邊，邊一個更加似係愛嘅表現呢？交俾大家諗下。喺1小時19分20秒開始咧 ，Stephen 同埋 Wesley 就開始討論地獄同埋天堂嘅問題。Wesley 第一個 point 咧係咁樣嘅，地獄咧有好多嘅意象咧，其實都係隱喻嚟嘅啫，唔係真嘅。佢話咧，我哋對地獄嘅大部分嘅認知咧，主要係受到中世紀但丁神曲地獄篇入邊嗰啲描述嘅影響。而地獄實際上只係一個完全同上帝嘅良善隔絕嘅地方。我自己認為呢一度 Wesley 嘅意圖咧係好明確嘅，就係想淡化基督教信仰同埋恐怖地獄嘅聯繫，將個責任咧就掉俾但丁嗰啲文學作品，將大家咧對地獄恐怖嘅想像咧就賴落阿但丁身上。但係呢度我會問嘅問題係，但丁又係喺邊度得到佢嘅創作靈感嘅咧？會唔會係聖經裡面對地獄嘅描述咧？佢聲稱地獄實際上只係一個完全同上帝嘅良善隔絕嘅地方。呢一種嘅講法，其實咧我認為係一種美化基督教嘅神學解讀，而唔係聖經嘅原文。聖經原文對地獄嘅描述包括有永火啦、永刑啦，即係永遠嘅刑罰啦、火湖啦、不滅嘅火啦、不死嘅蟲啦等等。我呢度咧就整理咗兩個嘅解釋方法啦，大家可以去諗下咧，究竟以下邊一個嘅解釋係更加合理嘅？第一個解釋係，基督教咧係正確嘅，聖經咧係神嘅話語，聖經咧係神感動人去寫出嚟嘅。而 Wesley 嘅講法咧又係正確嘅，地獄其實只係一個完全咧同上帝嘅良善隔絕嘅地方，而出於某一啲嘅原因啦，神去感動人喺聖經上面描述地獄嘅時候，就用咗一啲極端咗少少嘅描述方式，例如係永火啊、永刑啊、不死嘅蟲啊等等。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真㗎，只係隱喻嚟㗎咋。而神點解唔直接寫清楚地獄咧只係同我嘅良善完全隔絕嘅地方？點解佢唔寫清楚咧？點解要咁迂迴曲折用咁多隱喻咧？又搞到咁多誤會咧？搞到咁多咧對地獄唔同嘅解讀咧？神一定有佢嘅解釋嘅，一定有佢嘅心意嘅。我哋人咧係未必能夠完全明白我哋憑信心接受啦。呢個就係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咧就係聖經只係人類嘅創作啦，係宗教人士對人漸進式控制嘅一個工具，慢慢咧氹人入局啦，然後慢慢控制人嘅一個工具，而唔係真係神嘅話語、神嘅啟示。現代大部分嘅主流教會喺面對未信者或者係社會大眾嘅時候咧，會比較傾向淡化地獄嘅恐怖，避開會引起負面情緒嘅神學觀點，放大基督信仰嘅正面形象。其實咧係一種宣傳同埋吸引咧未信者嘅方式，而對於已經信咗一段時間嘅信徒啦，教會咧就會開始講一啲咧比較能夠驅動信徒投入更加多啦、奉獻更加多嘅信息，例如係話信心咧沒有行為係死嘅，你話你信神，鬼魔都信啦，卻是戰驚，你嘅信心有冇行為證明先？將來有好多嘅信徒會哀哭切齒噶，問神點解唔承認佢哋啊？聖經話咧，嗰啲不冷不熱嘅信徒咧，神會將你哋吐出嚟唔要你哋啊！地獄其實好恐怖噶，有永火啊、永刑啊、不死嘅蟲啊，你哋係咪真係 sure 自己得救先？第二個解釋嘅重點就係聖經咧唔係神嘅話語啦，而係宗教人士對人漸進式控制嘅工具。以上呢兩個解釋咧都係俾大家參考嘅啫，並唔係唯二嘅解釋啦。大家可以去諗下咧，有冇其他嘅解釋咧係更加合理嘅？Stephen 之後咧就問阿 Wesley 啦。如果佢一生咧為人正直啦、待人友善啦、熱心公益啦、慈悲為懷啦，但係佢就唔信神、唔信聖經，咁佢係咪會落地獄咧？Wesley 嘅回答咧係十分之耐人尋味嘅。佢係咁樣講嘅：如果你選擇拒絕上帝，上帝係唔會強迫你進入佢嘅同在之中嘅，你將冇辦法咧進入天堂，你會落地獄嘅。咁當Stephen 就進一步去問啦，想確認佢呢一類嘅即係所謂不可知論者或者係無神論者係唔係真係要落地獄嘅時候咧，Wesley 咧就俾咗個好明確嘅答覆佢啦。佢就話係你唔會上天堂，你會落地獄。細心啲睇咧，我哋可以發現咧
Wesley 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個偷換概念，佢將唔信神變成拒絕神。Stephen 問嘅係，如果佢係一個好人，不過唔信神，係咪要落地獄呢？ Wesley 就話如果你拒絕神，你就係要落地獄噶啦。咁究竟呢兩個概念係咪真係可以混為一談呢？嗱，以下係我對呢兩個概念嘅一啲分析。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咩叫做唔信神先。我認為咧，唔信一樣嘢咧係有一種被動嘅意涵喺入面嘅。我哋冇得主動咁樣去揀咧自己信唔信一樣嘢，我哋只係能夠被動咁發現咧自己信唔信到一樣嘢。例如咧，我發現我信唔到人咧係可以喺水面上面行走啦，我信唔到咧飲水咧係會醉啦，我信唔到咧一個慈愛嘅神會明知道大部分人類會因為佢嘅創造而落地獄永遠受苦嘅情況下，會仍然選擇創造人類。人咧係冇得揀自己信唔信到某一樣嘢啦，只係能夠發現自己信唔信到某一樣嘢。所以 Stephen 喺呢個語境下講嘅唔信神，係講緊佢咧發現自己信唔到 Wesley 所描述嘅基督信仰入邊嘅嗰個上帝。好啦，咁乜嘢係拒絕神呢？嗱，我認為拒絕神係有一種主動嘅意涵喺裏邊嘅，而且咧係建立喺清晰明確嘅認知之上嘅。嗱，我試下舉一個例啊，例如咧小明咧送一份禮物俾你啦，因為你唔中意嗰份禮物，所以咧你拒絕佢，你話咧唔要呢一份禮物。喺呢個處境下咧，你係清晰明確咁知道小明呢一個人咧係存在嘅，你亦都清晰明確咁知道佢係送緊一份禮物俾你，而你又清楚明確咁知道咧呢一份禮物係存在啦，知道呢份禮物係啲咩啦，最後你好清晰明確咁知道自己唔中意呢一份禮物，所以你主動咁拒絕佢，唔要呢一份禮物。咁樣嘅情況下，我哋先談得上拒絕。根據呢一個定義，根據我呢一個嘅概念分析，咁乜嘢係拒絕神呢？就係當一個人清晰明確咁知道某一個宗教所描述嘅神係真係存在嘅，而唔係由人類創造出嚟嘅，又清晰明確咁知道呢個神其實係點樣嘅，最後又清晰明確咁知道自己唔中意呢個神，所以主動咁拒絕佢。根據我呢個分析啦，咁樣先可以被視為拒絕神。拒絕神係需要建立喺清晰明確嘅認知之上嘅。好啦，講咗咁多，我哋可以問嘅係，究竟一般嘅不可知論或者係無神論者係唔信神啦，定係拒絕神呢？答案咧，我相信咧係相當之呼之欲出嘅，就係唔信或者信唔到，而唔係主動嘅明知上帝存在，但係卻拒絕神。甚至我會進一步去話咧，呢個世界根本冇任何人拒絕咧基督教嘅呢個神。因為冇人咧係清晰明確咁知道究竟基督教所描述嘅呢個神係唔係真係存在嘅。咁點解 Wesley 要喺呢一度偷換概念呢？將唔信神偷偷地換咗做拒絕神，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將人落地獄呢一個嘅結果嘅責任咧進一步咁全盤咁咧推俾嗰啲咧非信徒。個潛台詞就係既然嗰啲非信徒自己主動咁樣拒絕神，咁神咪唔逼佢哋咯？神好溫柔慈愛噶嘛，唔中意強人所難嘅。嗱，呢一個嘅講法犀利嘅地方就係，佢除咗可以將個責任咧 blame 落嗰啲非信徒身上之外，仲可以幫咧基督教嘅神咧笠翻一頂溫柔慈愛體貼又尊重人類嘅呢一個高帽。但係我認為咧，呢一頂嘅高帽咧係唔成立嘅。要成立，除非係人已經好清楚、好明確咁知道基督教呢個神咧係真係存在㗎啦，又好清楚明確知道咧呢個神具體係點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情況下，仍然選擇拒絕神，拒絕神嘅同在，然後神再話好啦，既然你知道我係存在嘅，又清楚我係點嘅，你仍然咧都唔想要我嘅同在，咁我尊重你啦，我唔搞你啦。唯有係咁樣嘅情況下，神嘅呢一頂溫柔慈愛體貼又尊重人類嘅高帽咧，先至可以戴得穩。而現實嘅情況係，人類根本就唔係清晰明確咁知道基督教呢個神係咪真係存在。到我哋死咗之後，神就話既然你生前拒絕我唔想要我嘅同在咁我唔逼你咯，你落地獄咯，嗰度冇我嘅同在噶，條路你自己揀，仆街唔好喊。嗱，如果神真係咁樣嘅話，你會點樣形容佢呢？究竟佢係溫柔慈愛體貼尊重人，定抑或係幼稚無聊強人所難呢？大家可以自己諗下。喺1小時21分16秒嗰度咧，佢哋就開始討論
人究竟點樣先可以上天堂呢？ Wesley 大概係咁樣講嘅，佢就話咧，單單相信上帝或者耶穌係唔夠嘅。雅各書入邊話，鬼魔咧都相信神，但係咧都要落地獄。而真正使一個人得救嘅係悔改，而悔改嘅本質就係心思意念嘅改變。嗱，我嘅解讀咧就係要放棄自己舊有嘅對錯觀、世界觀、價值觀，然後採納同埋認同咧聖經嘅觀點。承認自己嗰一套咧係錯嘅，聖經嗰一套咧先係正確嘅，咁樣先可以得救。嗱，我呢度咧先唔去討論咧，其實呢個世界上咧同一本聖經有好多唔同嘅解讀方式啦，其實係冇所謂唯一一套嘅正確理解嘅。但我就唔展開呢度啦。Stephen 聽到呢度嘅時候就問：咦，咁樣咪好少人能夠做到？ Wesley 咧都承認嘅，悔改先可以得救，一定係會比齋信就得救咧係困難嘅。悔改嘅門檻係高過信嘅門檻嘅，所以咧得救嘅人數咧係會再少啲嘅。嗱，關於得救嘅呢個位咧，我想延伸討論一下。我想討論嘅問題係，究竟救恩係唔係白白得嚟嘅咧？嗱，乜嘢係白白得嚟咧？我哋可以用一個日常嘅例子去思考呢個問題嘅。試想像一下，有一個陌生人咧就同你講：嗱，我就放咗張100蚊紙咧喺你個銀包入邊嘅，咁咧你咩都唔使做嘅，呢100蚊咧已經係屬於你噶啦。嗱，咁呢個 case 咧，我相信咧好多人都會話：哦，係白白得嚟喎，呢100蚊真係。好啦，我哋試想像下另外一個處境，如果嗰個陌生人係同你講：如果你信我係你阿爸，咁我就俾呢100蚊你啦，呢100蚊咧先係屬於你嘅，前提係你要信得過我就係你阿爸啦。又或者個陌生人話：你要認同我嘅價值觀，放棄你舊有嘅價值觀，咁我先會俾呢100蚊你。咁樣嘅話，呢100蚊仲算唔算係白白得嚟呢？我嘅直覺咧就會話咧，咁樣就唔係白白得嚟嘅，因為你首先要滿足咗一啲條件先至可以得到呢100蚊，而要滿足呢一啲嘅條件咧，其實係有佢嘅難度同埋成本嘅。嗱，去翻救恩嘅討論啦，究竟救恩係唔係白白得嚟咧？我認為無論係好似某一啲信徒所講嘅信者得救，因信稱義，信就得啦，定抑或是係 Wesley 呢度所講嘅要悔改先可以得救，似乎呢兩種嘅對得救嘅理解咧，都唔係真正意義下嘅白白得嚟。因為人咧都要首先去滿足咗一啲嘅條件，先可以獲得救恩嘅。而滿足呢一啲嘅條件咧，係需要花費我哋嘅認知資源啦、精力啦同埋時間嘅，係有佢嘅成本嘅。如果救恩真係恩典、真係禮物、真係人白白得嚟嘅話，我嘅想像咧會係咁樣嘅，就係神咧就同世人講啦，嗱，耶穌咧已經為你哋嘅罪死咗啦，又復活咗啦，救恩咧已經搞掂噶啦，無論你信唔信都好，無論你會唔會悔改都好啦。你哋已經擁有救恩啦，救恩已經係屬於你噶啦，就好似嗰個陌生人已經將100蚊紙咧放咗喺你銀包入邊，無論你信唔信都好，無論你有冇做好事都好，嗰100蚊都已經係屬於你噶啦。咁樣嘅話咧，先係真真正正意義下嘅恩典禮物同埋白白得嚟，亦即係咧普救論嘅講法啦。不過咧普救論咧又同聖經有衝突，所以咧就唔被呢個主流教會認同嘅。另外咧，我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神救得越少人，就越反映佢嘅無能。嗱，我再講多次啊，神救得越少人，就越反映佢嘅無能。原因在於神嘅心願係想救晒全人類噶嘛。聖經話上帝咧係不願一人沉淪，但願人人得救噶嘛。而耶穌基督嘅呢個救恩計劃，根據 Wesley 又好，或者係其他基督徒嘅講法都好啦，其實係創世之先神已經設計好嘅計劃嚟噶。而呢一個計劃卻只係救到一小撮嘅人類。既然神冇能力去實現自己想拯救全人類嘅願望，呢一個嘅心願，咁樣咧就顯示咗神嘅無能啦。就算咧唔係顯示咗佢嘅無能都好咧，亦都係顯示咗咧佢嘅非全能。除非咧係普救論啦，就係耶穌嘅救恩咧係救晒全人類嘅，不論咧人信唔信或者係悔唔悔改。但係普救論咧又同聖經有所衝突。咁究竟有冇一個關於救恩嘅講法係完全合乎聖經，亦都完全彰顯神嘅慈愛同埋全能呢？我到目前為止咧都仲未聽到過。如果你覺得你對救恩嘅睇法係完全符合呢兩個條件嘅話，希望咧你可以留言同我分享下嘅。喺1小時41分21秒嗰度咧，Stephen 就提出咗一個可以叫佢做
地理決定論嘅難題。大概嘅意思係咧，其實一個人嘅出生地係決定咗一個人嘅信仰狀態最關鍵嘅因素啊。人咧係冇得揀自己嘅出生地嘅，但係出生地咧卻決定一個人嘅信仰狀態。如果一個人最終因為唔信某一個宗教嘅神，然後就要落地獄啦，咁成件事咪好唔公平？嗱，呢度簡單講少少數據啦。例如喺泰國咧，有95% 嘅人口咧都係佛教徒啦。喺呢個摩洛哥咧，超過99%嘅人咧係穆斯林啦。喺印度咧，就超過80%嘅人口咧係印度教徒。嗱，Wesley 咧呢個時候咧就回應啦，佢話我其實咧就係喺呢個巴基斯坦出世啦，又唔見我係伊斯蘭教徒。我同事啊，就係喺呢個韓國出世啦，讀嘅係呢個佛教學校，佢而家就係基督徒咯。嗱，呢度嘅潛台詞咧就係講緊咧，一個人即使出生喺呢一啲嘅非基督教國家，都仍然係有可能咧成為基督徒嘅。咁就證明咗咧，一個人嘅出生地咧唔係必然決定一個人嘅信仰狀態嘅。因此咧，嗰啲唔信嘅人仍然係需要為佢嘅不信咧負上全責啦。死後落地獄咧都係佢哋抵死嘅。嗱，我覺得呢個回應咧係有佢正確嘅地方嘅。的而且確咧，一個人嘅出生地並唔能夠100%咧準確預測咧一個人嘅信仰狀態嘅，係一定會有例外嘅。但係咧，例外還例外啊！我哋都要咧去睇翻個 big picture。基督徒咧究竟要點樣去解釋嗰啲非基督教國家嘅絕大多數人都唔係基督徒嘅呢個現象呢？究竟係因為呢啲非基督教國家嘅人特別心硬，佢哋嘅自由意志特別邪惡，所以先至選擇唔信啦？定抑或係佢哋祖先犯嘅過錯呢？又或者其實僅僅係因為咧佢哋好不幸啦，生於咧一個不利於成為基督教嘅文化環境裏邊咧？面對住呢一個地理決定論嘅難題咧，我哋可以諗下以下邊一個解釋咧係更加合理嘅。基督教嘅解釋可能會係咁樣嘅。嗱，基督教咧係真嘅，聖經真係神嘅話語，耶穌基督嘅救恩都係真嘅。嗰啲出生喺非基督教國家而且又唔信主嘅大多數人咧係要落地獄噶啦，因為佢哋冇接受到救恩啊，冇認罪悔改啊。至於點解生於非基督教國家嘅大多數人都會信唔到耶穌，都會得唔到救恩呢？我哋咧可以有唔同嘅神學解釋啦。不過重點就係咧，錯嘅咧一定唔係神。我哋唔可以責怪神咧救唔到嗰啲非基督教國家嘅大多數人，因為神咧係全知全善全能嘅。錯嘅咧一定係嗰啲自己唔信嘅嗰啲人。呢個可能係基督徒會有嘅解釋。而無神論者嘅解釋咧可能會係咁樣嘅，就係基督教同其他眾多宗教咧都係一樣嘅，只係人類發明出嚟嘅敘事，並唔係真理。所以某一啲地區嘅人會多啲人信基督教，另外一啲地區嘅人會多啲人信其他宗教，其實係一個好自然嘅現象嚟嘅。因為一個地方嘅社會環境因素會好大程度上咁樣咧決定咗當地人嘅信仰狀態。呢啲由人類發明出嚟嘅宗教敘事係人類為咗解決存在嘅問題而創作出嚟嘅。呢啲存在嘅問題包括苦難嘅問題、死亡嘅問題、人生意義嘅問題、道德同埋人類該如何過活嘅問題等等。我哋唔應該咧將任何一個嘅宗教敘事視為終極真理，而應該將佢哋視為咧人類為咗搞清楚人類處境同埋處理存在問題嘅時候作出嘅一啲嘅創作同埋嘗試。大家咧可以自行判斷一下，究竟邊一個解釋係更少嘅假設啦、更加合理啦，同埋解釋力更加強嘅。好啦，我哋一連兩集嘅 Norman 分析手記咧，就分析咗 Wesley 論證聖經歷史可靠性嘅部分，同埋佢嘅神學哲學。咁如果你中意我分析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同埋你想我分析嘅影片。我係 Norman，我哋下一集 Norman 分析手記再見。